在股市闖蕩快31年，現在月收入穩定80到90萬，下周進場最佳時機，準到可怕。台積電2330可留意，預計漲至2300咋。友達2409可以關注，預計漲至25。群創3481可關注，預計漲至28。夜華2367多留意，預計漲至82。台波1802可研究，預計漲至65。富橋1815多留意，預計漲至132.5。瑞軒2489多留意，預計漲至46.5。長興1717多留意，預計漲至80.50。兆赫2485不要碰，持有的趕緊出。瓊亞8096不要碰，持有的趕緊出。元晶6443不要碰，趕緊下車啦。再推薦一支4月必買黑馬股，這家公司剛被黃仁勳點名 ，AI 伺服器加 CPO 封裝光學，目前股價才23.10元，目標價看向359。追蹤按讚的朋友傳訊，加一我會告訴你股票代碼，就算不買也值得參考。